如果你最近走进厨房，却忘了要拿什么，或者名字就在嘴边，却突然消失，请小心，你的大脑正在发出求救信号。这不是老化的正常现象。研究显示，海马体可能在确诊前就已经萎缩了3到5倍的速度。想象一下，血液就像车辆，血管就像道路。当道路堵塞时，大脑就会缺乏燃料。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悄悄进行了好几年，而你可能完全没有察觉。但是，请不要惊慌，这正是你可以扭转局势的黄金时期。在这支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分享5个极其简单的练习，你可以立即在家里开始做。在继续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，也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留言并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请一定要听完整支影片，否则你很容易忽略一个小习惯。这个习惯可能让你的脑血管每天都在疲劳，而你却毫不知情。这些信号来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，即使是65岁以下的人也会遇到。这支影片的目标很简单，理解、自我检查，然后采取行动。现在，让我们从7个容易被忽视的早期退化信号开始。第一个信号是近期记忆出现问题，你可能会忘记今天早上或昨天有没有吃药，但30年前的事情却记得一清二楚。这是因为海马体负责储存新记忆的区域开始出现问题。第二个是执行功能下降，你想出要关瓦斯，但走到门口时却忘记了，或者你计划好要做3件事，但最后只完成了1件。这是因为额叶皮质大脑的执行长功能开始减弱。第3个信号是语言能力退化，你开始频繁使用那个东西、那个啊来代替具体的词汇。你可能会重复同样的意思，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。这是因为负责语言的大脑区域在寻找正确词汇时遇到困难。这3个信号通常会同时出现。从外表看起来，你可能还是很正常，但大脑的硬碟读写速度已经变慢了。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准备一本笔记本，分成3栏：事项、地点、时间，在门边贴一张检查清单，提醒自己出门前要检查的事项。接下来的第2组信号会在你外出、计算金钱和情绪方面造成困扰。第4个信号是定向感混乱，你可能在医院的停车场或捷运站迷路，或者晚上去厕所时却走到客厅。这种情况显示你的顶叶和枕叶负责空间感知的区域正在受到影响。第5个是计算和逻辑能力下降，找零钱时感到困惑，不知道怎么按遥控器，或者突然觉得 ATM 或手机应用程式变得很难操作，这些日常的简单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。第6个信号是持续的倦怠感或忧郁情绪，你对以前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，感觉多巴胺正在流失。这不仅仅是心情不好，而是大脑化学物质的变化。第7个是性格改变，你变得容易发脾气，冲动，饮食习惯大幅改变，吃得太多或太少，或者开始做出冒险的决定，这些都是额叶功能下降的迹象。这些症状的背后原因是什么？当血管变窄时，血流量减少，大脑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3个或以上的信号，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。现在，请写下你自己有的3个信号。为了让这些信号变得更清楚，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林先生52岁，是台北一家银行的经理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他开始忘记客户的名字，签错文件，甚至在熟悉的路线上迷路。
他的同事开始注意到这些变化，但林先生总是把这些归咎于工作压力。当他终于去看医生时， MRI 扫描显示他的大脑比10几年龄老了10岁。医生说他的海马体已经开始萎缩，额叶的血流量也明显减少。林先生感到巨大的压力，他担心失去工作，担心失去同事的尊重，也对自己感到羞愧。但他决定采取行动。医生给了他一个4步骤的介入计划。首先，检查睡眠品质；第二，每天快走20分钟；第三，减少超加工食品；第四，每天做5种大脑刺激练习。3周后，林先生的错误减少了。8周后，他的专注力明显提高，睡眠也更深沉了。他的同事注意到他变得更有活力，更能清楚地沟通。林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讯息：这不是关于评判或责怪，而是关于采取行动。如果林先生可以做到，你也可以。但是为什么这种情况越来越年轻化呢？为什么50多岁的人也开始出现这些症状？根据研究，大约9%的病例发生在65岁以下。在台湾，估计有超过1万个早发病例。这不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。有5个高风险群组需要特别注意。第一，睡眠不足，每晚少于6小时。当你睡眠不足时，大脑无法清除有毒的蛋白，致积聚，这些蛋白致会损害神经元。第二，三高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这些情况会导致血管变窄和硬化，减少流向大脑的血液。第三，过度食用超加工和精致食品，反式脂肪、高钠、单一、糖分，这些都是大脑的敌人。想想看，你经常吃的便当、手摇饮料。第四，缺乏运动，每周少于150分钟运动不仅对心脏好，更是大脑最好的药物。第五，长期孤独、社交孤立，会导致慢性发炎和压力激素升高，这些都会损害大脑。现在问问自己，我属于哪个群组？对于每个群组，你只需要做一个小改变，但要持续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经常喝手摇饮料适度，每周减少1杯，用无糖茶代替。如果你缺乏运动，从每天走10分钟开始。请在评论区标记你属于哪个群组，并选择一件你今天就要开始改变的事情。为了理解为什么这5个练习如此有效，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个核心原则：血液就像车辆，血管就像道路。想象你的大脑是一座繁忙的城市，血液是运送氧气和营养的车辆，血管就是道路。当道路变窄，因为动脉硬化或狭窄，交通流量就会减少，大脑开始缺氧，反应变慢，新记忆难以储存。这不是你变笨了，而是你的大脑缺乏燃料。这是一个技术问题，不是个人失败。我们的介入目标有3个：第一，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量；第二，增加 BDNF， 这是神经元的肥料，帮助它们生长和建立新连结；第三，改善深度睡眠，让大脑可以清除毒素。原则很简单：少量、规律、正确的技巧，不要太努力而适得其反。为什么嘴巴和舌头的练习、手部练习、快走、颈部和头皮按摩、平衡训练会直接影响核心问题？因为这些区域在大脑皮质上有巨大的地图。当你刺激这些区域时，你就在刺激大脑的大片区域。这就像是打开多条交通路线，让更多的血液流向大脑。同时，这些活动也会刺激 BDNF 的产生，帮助神经元建立新的连接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练习都是低风险、高效益的。你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或药物，你只需要每天几分钟的时间和正确的技巧。现在让我们从大脑皮质上有最大地图的区域开始，嘴巴和舌头。嘴巴和舌头在大脑皮质上，
占据了极大的区域。当你刺激这个区域时，你同时唤醒了运动和感觉功能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练习如此强大。首先，让我们学习3个音 PAK、RLA， 啪，紧闭双唇，然后用力弹开，发出啪的声音，做10次。这个动作会刺激嘴唇周围的肌肉和大脑的运动。皮质 KA， 从喉咙深处推出气流，发出咔的声音，做10次，这会刺激喉部和舌根。拉，舌尖弹到上颚，发出拉的声音，做10次，这会刺激舌尖和硬腭。现在把这3个音连在一起，啪咔啦，啪咔啦，啪咔啦，重复10次。接下来是3个舌头动作。第一，舌头推内颊，用舌头用力推左边脸颊内侧，然后推右边，各做10次。第二，在嘴里画圆，用舌尖在嘴里画圆，顺时针画3圈，逆时针画2圈，然后画数字8，重复5次。第三，触碰点，用舌尖触碰上齿肯、下齿肯、左嘴角、右嘴角，各做10次。记得用鼻子呼吸，不要咬到舌头。如果你戴假牙，请调整力度。何时做这些练习？你可以在看电视广告时、洗碗时或刷牙前做，把这些练习变成一个习惯。请选择1天中的一个固定时间来做帕卡拉练习，并在1周后记录你的感受。现在，让我们进入第2个大脑，你的双手。你的手是你的第2个大脑，精细的手部运动可以增加血流量，并建立新的神经连结。第1个练习是触碰指尖，用拇指依次触碰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，然后反向回来，双手同时做。当你熟练后试试这个挑战，左手从食指到小指，右手从小指到食指，2只手同时做，但方向相反。这个练习看起来简单，但它强迫你的2个脑半球协调工作。第2个练习是交替拍掌心和手背，张开双手，保持在胸前，一只手掌心向上，另一只手掌心向下，快速交替20次，同时数啪啪啪。为什么这个练习有效？因为它刺激了胼胝体，连接2个脑半球的桥梁，这可以改善注意力和多工处理能力。你可以在等捷运、排队、买饮料时做这些练习。记住，安全第一，动作要轻柔，关键是慢而准确，胜过快而错误。不要着急，你的大脑需要时间来建立新的连接。每天做这些练习2到3分钟就足够了。如果你感到手指疲劳，那是正常的，这表示你的大脑正在工作。持续做这些练习，你会注意到你的手指灵活性提高了，思维也变得更清晰了。现在，让我们谈谈心脏的第2个帮谱——快走。研究显示，每天只需20到30分钟的快走，就可以增加海马体的体积，这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大脑运动。为什么快走如此有效？因为你的腿是第2个心脏。当你的腿部肌肉收缩和放松时，它们会帮助将血液泵回大脑，这增加了大脑的血流量和氧气供应。但是，快走的正确速度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测试，你应该呼吸稍微加快，能说2到3句话，但唱歌会很困难，这就是正确的强度。正确的姿势很重要，步伐比平常长1到2步，手臂弯曲约90度，自然摆动，身体平稳滚动向前，不要上下弹跳。安全注意事项：如果你正在服用高血压或糖尿病药物，请在服药后等待30到60分钟再运动。如果你感到头晕或胸痛，立即停止。你可以把30分钟分成3段，早上10分钟，下午10分钟，晚上10分钟，根据你的体力调整。请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，快走7天，
并记录你走的距离或步数，你可能会经雅蒂发现，仅仅1周后，你的能量水平和清晰度就会提高。记住，一致性比强度更重要。每天做1点，胜过1周做1次很多。现在让我们放松颈部和头皮，以打开流向大脑的血液。你知道吗？颈部深层肌肉紧绷会压迫颈动脉和椎基底动脉，减少流向大脑的血液。只需1到2分钟的正确放松，就可以改善你的清醒感。第一个技巧是抚摸颈部。首先，搓热你的双手，将手放在耳后，轻轻向下抚摸到锁骨，然后到上胸部，做10到15次。如果你发现疼痛点，轻轻按压2到3秒，但不要太用力。第二个是放松斜方肌，用对侧的手抓住肩膀上的肌肉束，肌压并保持5秒，然后释放，每侧重复5次。你可能会听到咔嗒声，这是正常的，表示肌肉正在放松。第三个是敲打头皮，用10个指尖，不要用指甲，均匀地敲打整个头部1分钟，特别注意头部后方靠近颈部的沟槽，这个动作可以刺激头皮的血液循环。第4个是抱头，将双手从头顶覆盖，向2侧抚摸，同时深吸气，慢呼气3次。这不仅可以放松肌肉，还可以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，帮助你放松。什么时候做这些练习？洗澡后或睡前是最好的时期。如果你有高血压，请轻柔地操作。目标是平稳、温暖、均匀，不应该感到剧烈疼痛。如果你感到不适，减轻力度。这些简单的按摩可以立即改善你的大脑血液循环，让你感觉更清醒、更放松。现在，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练习——平衡训练。在中年时期，如果你单脚站立少于10秒，这与未来认知衰退的风险增加有关。这不仅仅是关于身体平衡，更是关于大脑健康。当你保持平衡时，你的大脑正在同时处理视觉、前庭和本体感觉信息，这需要大脑的多个区域协调工作。让我们从第1集开始，站在一把稳固的椅子旁边，轻轻扶住椅背，抬起一只脚，保持10到30秒，做3组，每条腿各做1次。当你感到稳定时，进入第2集，不扶椅子。第3集是最大挑战，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尝试闭上眼睛5到10秒，确保你身后有沙发或床，以防你失去平衡。如何将这个练习变成习惯，在刷牙时、午餐后或晚上看电视时做，找到一个固定的锚点，让这个练习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安全注意事项：如果你感到头晕或颈部、腰部疼痛，降低难度级别，优先考虑安全。如果你有严重的平衡问题或眩晕病史，请在开始前咨询医生。记住，少量、规律、长期胜过一次做很多。你的大脑需要时间来适应和改善。每天做1点，持续8周，你会注意到你的平衡、协调和认知功能都有所改善。现在，让我们把所有这些整合到一个8周计划中，让你的大脑每天都变年轻。你不需要昂贵的药物或复杂的设备，你只需要每天几分钟做对的事情。让我们一起制定一个8周计划，让你的家人也一起参与，祖父母、父母、孩子，这是一个家庭健康计划。第1到2周，帕卡拉练习2分钟，触碰指尖2分钟，单脚站立，每条腿10秒，各做2次，就这么简单，不要增加更多，让你的大脑适应。第3到4周，保持原有的练习，加上快走，每天15到20分钟，和颈部、头皮按摩，晚上2分钟。第5到6周，增加手部练习的难度，2只手反向运动，快走增加到25到30分钟，单脚站立不扶椅子。第7到8周，
巩固所有练习，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，尝试闭眼挑战，维持每周5天的频率。准备一本日记，分成3栏，练习什么、多久、感觉如何。8周后，给自己的清醒度、记忆力、情绪和睡眠打分，0到10分。关于饮食和睡眠的简短提醒：减少超加工食品，用适量的蛋白质、蔬菜和健康油脂代替。固定睡眠时间，适度饮用手摇饮料。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今天要开始的一个习惯病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或祖父母。让我们用一句有趣的口号作为结束，啪咔啦，这是唤醒大脑的信号。最后一个温暖的题，醒，你没有变老，你的大脑只是需要更好的血液流动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做1点，你的大脑会感谢你的记住，改变从来不嫌晚。即使你已经注意到一些症状，现在采取行动仍然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大脑是你最宝贵的资产，照顾它，它会照顾你一辈子。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个旅程，啪咔啦。